打开了。他怎么做的？刚才怎么没想到？教授，我跟我来。你上课就只画了这个？教授，你想让我画其他的吗？你上课画画是觉得太简单，还是学得够用了，又或者对其他更有兴趣？什么？你说呢？画的好像啊，是吧？是吧？我那个是我发誓，我对教授一点私心都没有，完完全全没有邪念。这是什么呀？内存卡你的？不是我的，我不知道。平、垂直、旋转，你用的哪种？都不是。这东西呢是仿古建造，古人的习惯和我们完全不同，所以呢，他会把接入口设置成45度，然后往前这样一推，接下来就水到渠成了。谁教你的？我爸是古建筑修复师，这种东西家里一大堆，从小就会。知道打开盒子的奖励吗？知道一点。有什么要求？什么要求都可以吗？违法乱纪、违背本人意志的，一律不行。啊，我没有什么其他要求，我就想天天看见你，能多和您接触接触。